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7月7日啦。今日農曆嘅5月23日係星期二，係叫做壬午嘅水馬日。就生於1942年同埋2002年嘅人呢，就叫壬午水馬啦。咁今日呢，佢伏壬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今日呢嘅早上9點57分之後呢，就交入一個小暑嘅節氣啦。咁就正式咧入咗一個叫做月尾嘅牧羊月啦。咁大家都知道交節氣嗰陣時嘅氣場咧就極之混亂嘅。咁啊，再加上咧今日咧火局嘅匯聚嘅日子嚟嘅，咁咧適宜咧休養身心，低調平和。今日咧宜守不宜動嘅重要嘅事情咧，盡量都唔可以今日做啦。嗱。今日係午日嘅火同埋流年嘅丙午嘅火相應，所以咧火勢咧係過旺啊。咁如果心臟有問題嘅話，要特別要注意啦，容易有血壓啦、心臟啦、眼睛方面出現咧有壓力嘅。同時咧要注意咧係火災或者燒傷呢啲問題出現㗎。特別要小心血光之災啦。好啦，馬呢就同老鼠相沖，就沖一隻呢叫丙子嘅火老鼠，就生於1936年同埋1996年嘅人呢，就叫丙子火老鼠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呢叫戊子嘅土老鼠，就生於1948年同埋2008年嘅人呢，就叫戊子土老鼠啦。咁今日沖老鼠嚟講呢，呢一隻土鼠同埋隻火鼠咧就比較嚴峻嘅，因為咧佢係天黑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今日老鼠真係要注意嘅，因為咧同年相沖、同日相沖、同個月咧相刑，所以特別要小心啦，老鼠嘅人。嗱，逢沖咧就必動嘅，所以咧我建議咧屬馬嘅朋友同埋屬老鼠嘅朋友咧，今日要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、贈醫施藥啊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啊，多做一啲布施啊，將自己嘅運程咧提高佢，希望喺今日能夠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30位咧就喺北面喎，咁啊北面咧就千祈唔好動土啦。再加上今年嘅30位又喺北面，咁30位咧係重疊咗喺北，尤其是屬老鼠嘅人更加要注意啦，因為北面嘅方位咧就係老鼠嘅方位嚟嘅。嗱，今日兩個時辰要特別要注意啦，一個咧就凌晨嘅12點到1點嗰個庚子時，同埋一個咧早上嘅11點到1點嗰個丙午時。咁呢兩個時辰咧，特別要小心啦。嗱，今日如果想催財嘅話咧，喺邊個方位比較好咧？就係南面啦。咁南面咧就係財神嘅方位嚟嘅。咁可以向住南面行15分鐘去迎接財神啦。咁啊，亦都可以揾一個財神時去求財啊。今日嘅財神時喺幾多點咧？就係喺嗰個辛亥時啦，就係晚上嘅9點到11點，咁啊不妨利用呢個財神時去求財啊！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先。哦，原來係屬兔、屬蛇、屬龍、屬牛、屬羊、屬虎、屬狗、屬豬，都係幸運嘅生肖嚟嘅喎。我哋睇下佢哋有幾幸運啦！呢啲生肖，嗱，屬兔同埋屬蛇咧，今日就有天月貴人去睇佢喎。咁啊，至於屬龍咧，就有福星貴人去睇佢啦。咁啊，至於屬牛嚟講咧，就有天官貴人去睇佢喎。咁啊，屬羊嚟講就有六合貴人啦，同埋天官貴人去睇佢嘅。咁啊，屬虎同埋屬狗咧，就有三合貴人去睇嘅。咁啊，至於屬豬咧，就有財神爺去睇佢。所以咧，今日屬兔、屬蛇、屬龍、屬牛、屬羊、屬虎、屬狗、屬豬，都係非常幸運嘅生肖嚟噶。嗱，大家要記住，想逢凶化吉咧，最好嘅方法就係要多做善事。嗱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
咁就包你有運行啦。嗱，記住啊，你所做一切嘅善行呢，終將都會回到你自己身邊㗎。嗱，大家多做善事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。咁啊，聽日大家再見啦。